台南市長黃偉綽向安平開大天後宮媽祖參拜，祈求2026台南市國際龍舟錦標賽比賽以及訓練過程平安順利，並依着鼓勵舉行龍船點睛儀式。手提姿勢開弓架，提龍舟點睛，象徵賀新龍靈氣，庇佑龍舟比賽圓滿成功。那其實南部已經久旱了，所以說這個時候因為要辦龍舟賽，要來點這個及時雨也是非常好的。今年的龍舟賽6月17到21將在台南運河場場，總共有163隊4057位選手比賽，當中更有來自墨西哥、烏克蘭的隊伍參與，和龍舟賽不但是國際盛事，也成為社區交流的重要平台。做好這個文化交流，把台南的這個龍舟錦標賽的這個部分呢，也能夠讓烏克蘭選手再回去烏克蘭的時候，也能夠帶給他們。那也同時祈願，希望這個世界能夠和平哈，那也把和平的種子帶回去。拄好運河通航100周年。市府近在咧賽事期間規劃美食市集、藝文演出等活動，規模動工請來即將成真火舞團，再來結合運河水系大型會舞演出，以火龍甲水龍意象結合運動精神以及媽祖文化特色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